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出来自第3章16节到22节，第4章18节到20节，彼得前书第2章13节到17节。今仔日分享牧师将来读所有的经文啦吼。透过今仔日的经文，要三甲来思考，特别是伫即届的总会中间，总会会提出的10年条款，咱来反省教会的号召。4月22号拜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总委会伫71届的通常年会提出一个修改的法案。这个法案是根据着洗礼、陪餐这个会员资格甲权责的条例啦吼。内容将接受的候选的资格来增加讲外国籍包括大陆、港澳地区含规划者陪餐满10年，引起现场议员真热烈的讨论。正反两边拢有真侪的无共款的意见，也有几位主张修改的人提到讲国外有台湾教会因为被这个中国基督徒伫这个会员大会中间来举手将台湾人赶出教会、霸占教会的财产等等的代志。佮因为最近伫政治上，咱讲白党吼因内底有这个咱来讲间谍会出现啦吼所以呢，伫这个政治的思考的中间，就来设立这个法案啦吼。有几个问题，牧师想要邀请咱做伙来思考第一个。发生的实际例啦，吼，就是讲，伫会场中间有真侪人拢用听讲那安尼咱需要来问啦，吼，伫美国还是讲其他移民的教会所发生的这个侵占的问题是发生伫倒一间教会，倒一个教派到底有几间？真正有这严重吗？是甚物人扩大这个问题？的确，这个问题捌发生伫某一个独立的教派，但是牧师所属的美国长老教会 PCUSA 毋捌发生过这个问题吼。但是现场拢无人问我啦吼。国外甲国内，咱来思考吼。基本上伫国外的情形甲伫国内应该是拢无相款啦吼。第三个问题是政治的问题。对伫遮的间谍咧做的代志，应该对政府的部门来把关吼。咱即种修改将教会体制彻底来政治化，是毋是有适合？值得咱来思考啦吼。因为第四项就因为反中来反全世界。用10年的条款防治中国间谍进入伫决策群，就会当防治吗？为了防治中国间谍这个侵入伫教会，这个法案是毋是真正有效？因若真正想要安尼侵入伫教会，其实已经有啦吼。咱讲卧底的已经有介济吼。国民党以前就有职业学生嘛，职业基督徒嘛，迄个时阵是安怎无防治呢？吼，为了防治中国来制定迄种外籍还是讲规划的，安尼是毋是特动啦？吼，当然，咱讲领导想要关门但是你袂当强迫阮兜嘛关门嘛，吼，所以这个法案。修改直接表明，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反全世界吼，是毋是安尼啦吼？过来全面的封锁，这个条款的
法案不但是限制外籍基督徒的迄个执事被选的资格，这个法案佫扩充甲伫各团体的首长拢限制。第六个角度，咱要对圣经的教导，伫今仔日的两个经文，出来记第3章、第4章记载上帝呼召摩西等于伫埃及带领迄个受拣选的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并且有个讲将会施行灾难要伫即个埃及全地。真侪人误解圣经的记载，讲上帝敢若互埃及人受灾害，其实事实上毋是安尼啦吼。咱拢知影有搬过节嘛吼，嘛因为以色列人共款面对灾难，所以伫这个情形下面，因选择来倚靠上帝，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大罪羊羔的牺牲来救赎。当圣经记载这个出埃及的人数的时阵，有一段经文甲咱讲，除了以色列人以外，阁有一寡其他族裔的，也是上帝所要拯救的对象啦吼。那安尼，这是要甲咱讲什么？彼得前书第2章13节到17节，其中第17节甲咱讲，假使咱着爱尊重所有的人，华语会翻译讲每一个人啦吼。那咱对这个教导，咱领受到什么款的提醒呢？第一项，牧师要讲到受恩的台美教会吼。第一个是洛杉矶台湾基督长的教会，牧师捌伫洛杉矶台湾长的教会牧会。这间教会设立伫1970年，是北美第一间的台湾人长的教会。伫1971年的时阵，申请加入伫迄个美国长的教会 PCUSA。1973年就正式升格做堂会。咱牧师放一个连结就是阮入来的时阵，阮的一个菲利利接受伊所写的教会历史。阮有欢喜礼拜，虽然洛杉矶台湾基督长的教会捌受到统派人士来放火烧，嘛有教会内底的人反对开放互华裔甲中国人。但是教会内底为着时代的潮流，咱的少年人教育的背景，所以嘛是成立着华裔的礼拜。但是真通欢喜的是，阮这中间有3位对中国来，2位是姊妹，1位是兄弟。因拢是非常好的基督徒，而且真爱台湾，认同台湾。第3角度所受的恩啦，拄则讲到讲。美国长老教会并无有制定10年的条款来排斥台湾移民的教会，毋但安尼，佫积极辅导移民的基督徒成立教会。伫别人拢搬走了后，教会人数减少，佫辅导洛杉矶台湾长老教会用20几万的美金买到当初时的教会地产，现金价值约1000万的美金啦吼。教会所属的这个太平洋中会，最近几年来的议长、委员会主席，大部分拢是对伫日本移民的牧师、韩国移民的牧师来担任。想看卖啊，多数的台美教会伫国外受到这种的接纳、这种的恩惠，今仔日咱却为着某一个原因制定10年条款，却毋是为着宣教，为着要来固守教会的财产吼。上落尾宣教的教会啦吼。教会存在是为了宣教，为了要服务，这嘛是160年前苏格兰宣教师来台湾最大的动机，敢毋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展到今仔日有这个规模，咱若毋是为了要宣教，为什么存在呢？彼得提醒咱爱尊重每一个人，就是宣教，就是服务，无有其他的目的啦吼，求主怜悯咱。感谢上帝，互阮会当透过宣教师、苏格兰宣教师、加拿大宣教师来得到福音，
有今仔日遮尔好诶成果。求主怜悯阮、赦免阮，互阮会当明白教会宣教诶责任。阮毋是干那做迄个1,000个仆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